是光，传到情海到千山，好心情一直等，好天好地仰望。请安静心，三个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听，互阮会当自执。一只求主你引带阮从今早起的敬拜，仰望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也顾惜遐无法度来到阮当中的遐日子话。求主你圣神有愿甲因送个地地。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名求，阿门。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三甲来因圣诗第538首，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注点身边。请起立。
请由阮徛伫。三个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听你的话，写给阮的国父，亲像我写给阮的人，无得出阮的日子，对阮家己迄个歹，你的国关联连根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说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真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伊本着比亚多而来受苦，定是会死埋葬为母，第三日对死人复活，上天那这全能的上帝大言，为比亚多来生活还在世上，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最下面有耶和华，永远的王名。阿门。请坐。咱甲来交读启应文第59篇，在圣诗后面1105面。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复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你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上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当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当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掠偌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按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讲真正拢毋捌听到？讲明白。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地海角。咱三个同心拗头来祈祷。慈爱怜悯的天父，阮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时，赏赐阮有好的天气，好的日光，阮甘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着要敬拜你。虽然今日的天气还小可寒冷，但是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较无溪水。只有主，你是阮心所意爱的，阮欢喜来敬拜你，幸福伫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满有恩典，甲疼阮的主，你少年子而细阮，甲阮放伫主你的手中，时时保护看顾阮，这是何等的恩典，阮感谢你。主啊，最近因为 COVID-19 的变种病毒传染性愈来愈强，虽然主疫苗，真侪国家感染的人数又原大大增加，台湾本土的感染也不再出现，加上即个月要对外国转来过年的人也真侪，阮需要迫切来求主保守台湾，争取台湾即块土地，互病毒袂无。当然，阮也爱感谢主，借着即届瘟疫的流行，互阮深深的知影，人是何等的渺小，人的科技是遮尔的有限，
若毋是靠主的稳定甲疼，人是无法度来生存的。主啊，我感谢你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明年就是南门设教70周年。教会受主你满满的恩典，阮有水的礼拜堂来聚会敬拜，有好的牧者来引带阮，也有逐项无共款恩赐的兄弟来服侍。阮感谢主，为着教会会当更加成长，阮也需要搁进一步来操练阮家己，互阮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求主找阮出去，互阮会当放胆将基督袂当测度的丰盛传互众人，互众人明白，也会当享受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宽、悬、深。阮知伫耶稣基督内，靠主加添互阮的力量，阮凡事拢会当做。主啊，阮会求主保守阮教会每一个会友甲家庭，尤其伫这疫情的期间，出入拢有主你的保守甲抓控。阮中间身体有欠安尼，心内忧闷的，恳求天父你亲自来医治、安慰甲透放。因为阮知，伫人袂会，伫主你万事拢会。即条求主的圣神，甲阮三个直地，阮爱听你的声，来作为阮脚前的灯，做阮路前上的光。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主。愿咱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要来学乐，因要所献的诗歌是：我担要夜目来望山。
感谢圣歌队的学乐。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人书前书1章第1节到第10节。台语汉语本新约圣经第233面。帖撒罗尼迦人书前书1章第1节到第10节。保罗甲西拉以及提摩太批寄予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就是踮伫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愿恁得到稳定平安。阮为着恁众人，常常感谢上帝，伫基督的中间笑念恁，伫上帝咱的爸的面前，常常笑念恁有信任，有信就行做，有仁爱就着磨，有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吞忍。上帝所听的兄弟啊，阮在恁会受拣选，因为阮的福音告伫恁，毋是在伫讲话拿定，是在伫关联，在伫圣神，甲坚固的信。亲像恁知，阮伫恁中间，为着恁来成做心意顶好的人，佮恁已经伫济济苦难，用圣神所享受的欢喜来承受道理，就学阮也学主，伫甲恁做马其顿、阿该亚拢总信的人的模样，因为主的道理对恁传出。若伫马其顿甲阿该亚那定，就是恁上帝信已经达所在报用。你甲阮毋免讲什么，因为因家己报名讲阮到恁中间是啥物款，也恁怎样有离开偶像归伫上帝，来服侍我个真的上帝，也听候恁的囝。也听候因的囝对伊的囝对天倒来，就是伊对世人中互伊国外的耶稣，是迄个拯救人出将来会受气的。圣经读到这，这条要请张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让一家传扬福音”。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创造主宰至圣的上帝，阮真需要你这种的应允，阮需要你应允阮出入，拢有上帝你的保守。做这时阵，伫人生的过程，阮会感觉我的帮助要为叨位来。有时，阮倚靠朋友、父母、亲人、老师来解决阮的问题；有时，对这个来源，阮犹原袂当得到实际的帮助。亲像即届疫情，阮期待阮的帮助对这科学家、这医生、这防疫人员来，若是阮会通看见人的气力犹原是有限。疫情一波搁一波，阮才欢喜踏入伫2022年。阮一直咧期待今年上半年就会通将即个病毒的威胁对阮的性命生活中除去。若是到即个时阵，阮确实在是无把握。主啊，求你诚做阮的帮助，求你互日时迄个日头袂伤阮，暝时月也袂害阮。互阮会通倚靠你来徛在，天父上帝，阮真欢喜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你。当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殿敬拜时，我的心就欢喜着跳。因为即届疫情，当阮当作真平常来礼拜，也诚做是一个额外的稳定。阮毋知什么时阵，即个实体礼拜
因为疫情会阁受禁止，所以阮至少会通来敬拜你，甲兄弟姊妹坐伫圣殿来看你的阳光，来领受你的教示，来承接你的祝福，即种的机会。阮即时就恳求你的圣神来运行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会通单单看见上帝你爱阮去做去行，阮才会通来要求主你诚做阮的帮助。主啊，阮仰目望山，阮对迄个创造山天地万物的主宰来发出对心的恳求，求你怜悯，求你医治这块土地，照你所应允的，既若称做我名下的百姓，若认罪悔改伫上帝你的名，你就要回转你的心意来拯救阮，来帮助阮。主啊，恳求你，互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来认罪，谦卑来悔改，也为着人类，包括阮家己以及阮的家庭，得罪上帝、得失人的，求上帝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掠看，也通过圣神提醒阮，爱安那来行，安那来活，才会通互上帝你更较欢喜，来完成你互阮伫世间的使命。恳求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伫高中的时阵有一个经验，就是伫国文课的时阵，老师有时会出一个题目，就是讲你爱去看总统的国庆，还是讲元旦的文稿，然后写出你的感想。迄个训练当然伫当时非常的。感觉真烦，因为迄种国庆文稿还是元旦的文稿，实在是无什么内容啦吼，大部分拢是一寡真八股的物件。所以检查是因为迄种的要求，伫到后来我小可拢毋是遐尼专心啦，总是大概我小可去注意到总统的元旦文稿，也是伫美国国情咨文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伊通过迄个文稿，通过迄个国情咨文，伊咧对伊的百姓讲：我要带这个国家行向什么所在？我的施政重点伫什么所在？毋望全体百姓做伙共同来努力。所以今年我毋知你有偌侪人有看蔡英文的总统的元旦文稿。伊的主题是兼任台湾立足世界吼，这是伊伫1月初伫总统府头前遐写。当然咱看见，当然迄个是一个大方向。detail 要安去进行，就是遐行政单位爱去做。总是伊伫迄个元旦的文稿内底，就是毋望所有百姓知影，我要甲国家带去什么所在。咱大概面对什么款的问题，咱要安怎来做？蔡英文的元旦文稿大概有4大主轴啦吼。简单来讲，一个就是讲，希望带台湾会通伫国际舞台有更较积极性的表现袂去互边缘化，袂伫中国的打压之下成做一个阿西亚的孤儿。第二项是咧讲到咱内部经济发展，因为生活是上重要。要安怎，互咱已经旧年表现了真好的即个经济表现，继续来，互咱的产业，互咱的经济会通做较好，因为这关系到咱逐工的生活。第三个是巩固社会安全体系，特别个人化的社会。即嘛长照2.0是足重要的每一个家庭拢需要国家来帮助咱要安怎，互这长辈伫年老的时阵得到更好的照顾，也是对这弱势团体，也是这精神，也是这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咱这个社会有一个安全体系去照顾这。最后当然上重要就是国家的主权要守护掉，这是伊的4大主轴互咱知影讲，伊过落去今年大概要伫这4大方向观点来拍拼。我想拢共款是安尼，
咱伫咱的家庭内底，过年的时阵，我毋知道你迄个习惯，特别伫农历过年，逐个拢倒来厝里过年，咱会甲囡仔讲新的一年你有啥物款的愿望？爸爸妈妈对你有啥物款的期待？愿望今年咱逐个做伙定一个计划来努力。你搁较认真，你今年爱学测爱考大学，爱创啥物货？今年要找头路愿望婚姻的问题，检查咱伫家庭，咱来安尼讲。伫教会内底嘛是共款安尼，咱教会即个大家庭爱有一个目标。我相信可能咱无讲真的注意，老实讲我也无讲真强调。咱摕到咱的周报时阵咱大概拢看报告。所以咱真少去看年度主题啦吼。其实伫去年的后会了后，咱就定一个年度的主题，叫做主内。伫主耶稣基督，咱是属灵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主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咱今年的年度主题，就是咱要做伙来想，如果咱甲这个南门大家庭，耶稣基督爱伊的家庭。诚做一个什么款的教会？咱用主内一家，咱来体贴这个家庭主人伊的期待。所以咱用这个圣经节，就是伫哥林多后书6章16节吼。这个伊讲咱是真活上帝殿。这个南门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伊要徛起伫咱中间，行游伫咱中间，即马嘛要运行伫咱中间。伊讲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咱是上帝百姓，咱是台湾的公民，所以总统安尼咧讲的时阵，咱知伊的目标是安尼。咱大家要安怎伫迄个所在，一方面嘛看讲有做到这个程度也无。所以如果咱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咱家庭南门教会的主宰，那安尼你做这个家庭内底的人，你敢有努力？要去成就伊的期待，上帝对咱的期待到底是甚么？咱有甲这个物件放伫咱的心内底也无？上基本的，咱伫圣经内底所读的，就是上帝爱人得救，深知上帝的真理，照伊爱咱活出的款式，照创造主创造咱的目的来成就，来活出迄个款式。所以爱人反悔，在世间人毋捌创造的主，毋捌耶稣基督的救赎，伊爱咱去传这种的福音，这种的消息。所以咱讲耶稣要离开世间最后一句话，检才是上重要的。伊讲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然后在最后一句话的交代，他最后的任务就是讲，恁爱去传福音啦。去传福音，来互万百姓来认捌伊。伊毋是敢若安尼讲，事实上咱看伊的生涯，就是一直去宣传上帝爱人认罪悔改，来接受迄个救恩，为着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咱最近咧读即个马太福音，讲伊遍行逐个城、逐个市乡社。伫世间的日子，伊到伯赛大，去到拿撒勒，去到加百隆，逐所在去就进入伫会堂，来教示人，来教育人，来传天国福音，来讲上帝心意，来互人归应伫上帝，也医治逐种的病头。所以咱知影，大概普世以来，教会也拢用这三个方法，咧宣扬上帝听，就是医疗、教育甲传道。咱即个马雅各也好，马街来到台湾的时阵，人肉体需要，伊伫遐照顾甲医治逐样的症头病痛，去学教育，互咱知影即个要安怎提升咱的生活，也传天国的福音。耶稣甲逐所在是去到逐乡社，伊毋是伫遐等人来，等人来听伊的讲道，伊去找去讲。所以咱看伊做个人的传道。把握机会，伫市场边，也是讲伫迄雅各的古井边去拄着撒玛利亚妇人人，伊就把握机会，甲伊讲着活水泉源的代志。尼哥底母有问题来甲耶稣讲的时阵，伊就甲讲人就需要定头先，伊伫遐来个人谈道有机会。兄弟姊妹，咱敢有
学习耶稣的款式。如果你来甲人食饭、甲朋友食饭的时阵，有讲到类似这种的主题啊无？互因知影上帝的疼痛。伊嘛开大型的报道会，去到山上，足侪人我来要听伊，因为咧讲，确实是真甲这经学书无共。所以伫迄个所在来讲天国的真理。当伊行到海边，人为我来把握机会借彼得的船，伫咧湖边底下来开大型的报道会。啊，耶稣伫迄个所在，个人传道把握各种的机会去咧传上帝爱传的福音。毋若安尼，我有看讲，耶稣敢有传到外邦去？伊嘛有一个跨文化、跨国度的宣教。推罗西顿，你若看地图是伫较北边。推罗西顿遐真侪希腊人住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嘛去到推罗西顿一个迦南妇人人为着伊的查某囝来求耶稣帮衬。伊嘛叫吉拿心，加利利海的另外迄边是一寡外邦人徛起的所在。伊嘛伫迄个所在来宣扬上帝疼痛。伊用这来做各种的模范，来爱咱，来缀伊来行。咱嘛领受着传福音的使命。彼得伫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伫迄个所在，用4种的形容词来形容你甲我今仔日的身份。伊讲，恁是受拣选的族，是万百姓中间上帝毋知伊奥妙的旨意内底，互咱人成做伊的囝儿，互咱人成做一个基督徒，受拣选的族。伊讲，你是祭司，是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媒介，会通过咱，互人认捌上帝。你是一个祭司，你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属伫上帝国，是上帝国的百姓。像咱是伫台湾的公民共一样，咱伫这个百姓内底，咱嘛望有机会亲像甲这个国民外交，会甲咱的国家塞到国际舞台去。咱大家拢感觉有迄个使命，有迄个责任。伊用4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的身份以后，伊讲，毋是无目的的。上帝目的就是，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咱有这个身份受拣选出来，是要去传扬上帝美德，去传扬上帝恩典、上帝救恩的。所以咱会通看见2000年来侪信仰的前辈有领受这种，所以信仰才会今仔日传到伫咱的家庭，传到伫咱门教会因去执行这种的责任。今仔日这个传福音的棒子伫你甲我的手中，其实今仔日可能未讲真侪人去注意到，是一个纪念日啦吼。我最近咧读这个时阵，发现讲66年前，1956年1月初8的昨。有5个美国的宣教师，因伫1月初8顺道吼。这个奥卡族，我想有一寡人捌听过这个故事。虽然的时我就听过，后来较大汉较知影因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咱真好想象，60几年前，世间还佫有遐真原始的部落。这个奥卡族是伫亚马逊河、巴西到伫厄瓜多尔，今仔日厄瓜多尔这个雨林内底。因为当时战后对石油的需求非常的大，所以有真侪只石油公司伫迄个亚马逊流域底下咧挖石油，总是伫这个雨林内底，定定拄着这个族遐探勘的人员，也是石油公司的人受杀害等等。当然，伫这基督徒感觉讲，世间到20世纪，竟然还佫有人毋捌听过福音。这奥卡族从来毋捌听过耶稣基督，毋知影上帝，所以都有一群这宣教师，因就连讲，咱爱甲福音传入去到这个奥卡族的内底。因用真侪精神去研究这个族到底是甚物款。也捌有一个查某囡仔，毋知甚物原因离开这个族到外面的世界来。伊就对伊学迄个当时的语言，所以1954、1955的时阵，这个宣教师开始学因简单的言语。这个宣教师真特别，是用飞行机咧，水上飞机咧报道的。所以因开始讲，咱要去
拍入去伫即个原始的部落奥卡族的中间，袂当安尼就行入去。所以用飞机，用水上飞机先也一寡即个礼物啦、生活用品啦等等，互因接触，互因知影讲，阮毋是恶意的。1955伫遐学因的语言了后，因感觉讲，时机可能会使成熟啊。所以1956年1月初3，因就甲飞机降落伫迄个亚马逊的河顶，就开始要原来的方式，因为大家拢有互相的猜忌。咱知影，这奥卡族毋敢挖滚这白人，嘛毋知影恁的用意，所以就手吊一寡礼物等等。用因的语言写讲欢迎恁来参观阮的飞行机，毋捌看过即种大只鸟啊。确实1月初3到初5，反应袂歹，有几个敢若友善，较敢挖滚。总是5天了后尔，毋知什么原因，5个吼，一个5个同一个时间或者奥卡族的人甲伊杀害。即5个宣教师拢已经结婚，所以留5个官夫甲9个囡仔。这是因的相片这5个是伫1956年1月初8过身的中迄个叫 Jim Elliot 吼边即个妇人是伊的太太关键是当伊受难的时阵，29岁从顺道的时阵伊的囡仔抑阁真细汉。所以虽然还未开始传福音就顺道总是即个福音的种子为遐个开始。即5个官夫继续因丈夫的事工，伫迄个所在传福音。即个伊的太太 Jim Elliot 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到2015年才过身。后来发展是，互咱感觉真奇妙，是即个族完全成做基督徒，甚至即个族出现牧师来替宣教师的后代，毋知是囝还是孙，家行洗礼。即个互咱看见真奇妙，即个顺道的会是教会的种子上出名的一句话，就 Jim Elliot 所讲的伊当时才29岁呢伊讲 He is not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用安尼来讲，咱若翻译做中文来讲，若一个人为着得到迄个永远袂失去的。付出迄个无法度通永远保有的，即个人绝对毋是一个戆人。为着得到迄个永远袂失落迄个活命，为着得到迄个上帝要赏赐永不衰残的冠冕，来失落你不能永远保有的即个肉体性命，迄个人绝对毋是戆人。用我有限的性命，29岁性命，去换迄个永远袂失落的阳光甲活命，这个绝对毋是一个戆人，这是伊的名言。所以传福音60几年前到今咱南门教会要庆祝70年，69年前嘛有人伫这个所在来传福音。今日我要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1节到10节，一节一节来甲咱来看，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值得咱学习的一个教会。保罗一开始就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真侪讹漏，伊的讹漏你需要甲看一下，有足侪值得咱来思考甲学习的。伊讲我伫上帝咱的爸面前，定定咧笑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看咱来看一张地图，知影帖撒罗尼迦教会伫什么所在？我伫上帝面前定定笑念恁，为什么笑念恁呢？保罗讲3个原因。因为恁有信就行做，有仁爱就着磨，有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恁就愿意吞忍一切的艰难。咱真简单的看，保罗定用信望爱，信望爱。伊讲这间教会毋是干那抽象的信心，恁有信心就有行做，有信心的行动。恁为着听什么原因，我愿意着磨。各种的艰苦，我愿意去承受。有仰望，伫拄着困难拄着足侪问题的时阵，我欢喜伫遐来吞忍。这是一个活出信望爱、信用形态的一个教会，毋是一个干那讲言语。伊继续安尼讲，伊讲
我发现阮的福音到伫恁，毋是干那停留伫讲话尔定。福音毋是干那一套道理伫遐讲话，大家讲拢会晓讲。一套只要真理，大家拢知影。福音传到遐，毋是干讲话尔，是在伫关联，是上帝关联，催迫恁伫圣神的感动下面，互恁建立坚固的信心，然后来付出迄个行动。所以保罗已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觉非常的得到安慰。我的传的福音到伫恁的时阵，我已经有看见福音的关联所产生的行动，所产生的信心。恁也诚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继续讲，当恁已经承受侪苦难，用圣神所享受的欢喜来承受道理。所以恁有学主，也嘛学阮的宽恕，要活出迄个信仰的形态出来。咱毋知影帖撒罗尼迦拄着什么款的苦难，总是因伫苦难中，保罗讲恁靠圣神有完充满喜乐，然后伫教会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大家真认真要学习上帝真理，要活出主爱咱活出的宽恕，因嘛咧学使徒的宽恕，所以因诚做正教会的模范。保罗讲第9第7节，恁做马其顿、阿该亚拢总信的人的模范。这个就是当时的地图吼。我帖撒罗尼迦是伫马其顿，就是咱讲欧洲的部分啦吼。欧洲的部分，亚细亚就是今仔日土耳其，这个亚洲的部分。所以一间细细长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伫菲律宾边啊，伫这个港口边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伊讲恁已经诚做马其顿甲阿该亚，保罗所建立做教会的一个好的模范，诚做这个模范。咱这个家庭，咱们教会，敢有诚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教会的模范？咱有法度通夸口什么？咱有法度通应跟上帝什么？伊讲主的道理已经对恁传出，你一节甲看，主的福音无停留伫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福音有对恁传出去，所以迄个影响力毋那干那伫马其顿、亚细亚、阿该亚尔定，因为恁上帝神已经伫逐所在报用。保罗伫逐所在咧传道旅行，逐所在人检查拢甲听着讲，阮听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怎样，所以至到我毋免阁甲恁讲什么，因为恁将主的道理对恁传出，恁的好名声甲楷模也已经传到逐所在。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甲主的道理全吸伫这个所在？咱为咱27项3号这个所在传出去也无？咱的信仰的见证，咱们教会兄弟姊妹伫生活上信仰的见证，有伫逐所在报用无？有时咱会通真感觉真 proud， 会感觉真与有荣焉。某人伊是咱们教会的会友。伊伫社会有足好的名声，伊做足好的工，互阮足欣赏。咱诚做即个家庭的一份子的时阵，咱听了嘛感觉非常的光荣。咱逐个人各行各业伫咱的职场伫迄个所在，主的道理通过咱的生活传达去到逐所在去。保罗伫第9节继续讲，因为因家己报名讲吼，遮个其他的教会吼，兄弟姊妹，你甲保罗讲。因甲阮讲，阮到恁中间是甚物款？也恁因为福音来到以后，恁就离开偶像，无搁偶像崇拜，无搁自我中心，是归伫上帝，搁来服侍活搁真的上帝。所以这个是3个步骤。今日咱领受到咱这个上帝的福音的真理的时阵，第一项就是离开偶像崇拜。什么是咱的上帝？咱的崇拜是金钱、名声、地位，也是咱真正是崇拜咱家己，也是咧崇拜上帝。离开这个偶像，然后来归伫上帝。逐工咱咧做礼拜，咱咧读圣经咧灵修，就是我望我会通更较亲像主的款式来归伫上帝，然后接落去就是服侍上帝。
继续来服侍活搁真的上帝。最后，恁就爱心存仰望，听候耶稣的再临。保罗伫1章第10节讲，恁也咧听候，伊的囝对天降落。最近咱的马太福音拄咧讲主的再临的这个代志，咱咧听候新的天新的地的临到，要亲像贼来到共一样。总是伊对死人中，互伊国外耶稣，咱听候伊的再临，是迄个拯救咱出将来受气的。所以咱过来即个礼拜要讲半过节的羊羔，耶稣的最后的晚餐，伫马太福音的读经内底，耶稣的宝血，羊羔的宝血，诚做夺闪上帝对埃及审判的记号。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裂坎，诚做你甲我将来面对上帝审判，对咱受气的一个保证。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甲因讲，恁伫遐咧听候，刻苦家己，来传扬福音伫达省。所以咱对咱家己来讲，对即段第10节咧，我对生命的过活有即种的信心也无。Jim Elliot 都有即种的信心。虽然伊敢若29岁，人生真短，总是伊相信永远的活命。伊有即种的信心，所以伊敢去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你对将来的审判，我会通夺闪上帝受气也无？你有即种的把握也无？对耶稣的再临，咱是毋是行行咧听候，还是用欢喜的心？我会通伫主的面前，当伊倒转来的时阵，我5000交5000，我2000交2000，毋是互上帝。互主人讲，你是歹个平淡的萝卜，你有即种的把握无？所以这是一间值得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第1章1节到10节，是咱会通看见。因有信就有行动，就有行做；有疼痛，因就欢喜着磨；有仰望，就拄着什么困难，因欢喜吞忍。然后因主的道理对因遐来传出去，美好的见证伫逐所在来报扬。这是咱的模范，所以咱需要来对伊来学习，来反省我们这一家。咱自称讲耶稣基督是咱这个家庭的主，咱有努力去满足主的心意也无？教会需要宣告，有信心爱有行做，有疼心愿意着磨，有仰望。就愿意面对一切的艰难困苦来忍耐。所以，我咧想，咱若教会传福音的使命，伫咱大概必须要有4个层次来反省咱教会即马的现况到底是甚么款？咱的教会神学到底是甚么？你甲教会定义是甚么？教会有5大功能，毋是干那礼拜尔。绝对毋是干那礼拜日，而且有一个礼拜，互阮通礼拜就好。上帝爱教会，也会通教育真理，所以嘛有教育，嘛有团结互相的生活。总是毋通袂记，嘛有传道的使命，嘛有服务社会的使命。到底你安怎看咱教会，是毋是有即种的神学的了解？咱的教会组织即时是安怎咧运作？咱的教会结构到底是甚么款？教会对社会传达出甚么款的信息出来？有时我真好奇，第27项即条街仔咧行，即厝边隔壁，伊看到咱的教会6楼安尼，因毋知安怎咧想讲迄拢有钱人有闲的人伫迄个所在咧出入，咱敢会敢若传达出即种的信息呢？咱敢有传达出讲，这个教会是一个拯救的中心，是一个上帝尊重上帝，也爱万人得救，欢迎所有需要的人来的一个教会。最后，咱爱想讲，咱安怎活出咱教会生活？大概这几项咱先来看讲，教会神学，教会神学，耶稣真清楚讲，伊救赎咱。互咱来归属伊，总是毋是甲社会、甲世界隔离。
所以约翰讲，主要所救赎这人，因打无属伫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伊救赎咱来顺，是要互咱用上帝真理来定心塑造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然后咱爱受册入去伫世间，受册伫世间。所以这有一句较简单的话，就是讲入世总是无属世间。我们的价值观会跟社会不一样。社会价值观，人生上重要就是为了快乐嘛，就是互人尊重嘛，就是名声地位嘛，等等这的世间看作重要的，伫上帝目睭中无一定看作是重要。咱受呼召出来敬拜上帝，也主要所讲用真理，互咱成圣。用真理，互咱知影上帝创造人类，爱咱活出的款式。然后，主要说后壁即句讲，亲像上帝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找因入世间。所以，咱自集绝对毋是干那为着自集即个目的来伫遐用真理，互咱成圣安尼尔。咱爱搁入去伫世间，所以是被呼召出来，然后又差遣回去。如果咱来讲7日的头1日，礼拜日咱做伙受呼召来遮，用上帝真理来学习，就是当咱离开教会大门的时阵，咱受册入去伫世界的时阵，咱要伫逐工的生活里来活出一种的模范出来，互咱看出一个属属地人的款式，亲像道成肉体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咱是入世，总是毋是属伫世间的。所以，这个主要所定定用这种的来与去来做一个迄个。咱看伊最后一句话伫马太28章讲，所以咱爱去招万百姓来福音伫上帝真理内底来成圣，来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来该行使的互伊归属伫上帝。总是你爱个出去，你爱个出去传，所以去来与去的中间。今仔咱组织敬拜，当然要尊重上帝，当然要互上帝真理来互咱成圣。总是所领受的，就是要出去做见证，在来与去的循环中间，直到世间落尾，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这是咱教会神学，是咱教会应该做的。第二项，咱来看教会组织的运作。咱知影，讲教会5大功能啦：敬拜、教育、甲团结。这大概是属于内政啦，吼，亲像蔡英文讲迄个经济吼，互咱更较好啦，社会安全网，这个属于内政，总是要坚持主权，甲这个要进入的国际社会，这就等于外交。所以伫咧中间的教会内底5大功能，我甲看起来，敬拜、教育、甲团结生活是咱对内，是基督徒内底家己的造就。做宣教甲服务，这个是咱也需要去进行的。咱教会组织是不是太偏颇伫敬拜、教育甲团结，然后失落迄个传福音道理对遮传出去的迄落，是不是伤侪活动干那对内而没有对外？真简单来看，我们投入多少人力甲财力？伫这宣教事工馆顶，我们真侪活动其实拢是为着教会内底兄弟姊妹需要，迄毋是讲无重要，真重要，总是有一点迄个比例偏差伤侪，所以社区安怎看教会，咱安怎看社区？今仔日咱们教会办的活动，福音的性质。你敢会想要邀请我的朋友讲？咱来了解上帝心意，来认捌这个创造主。咱的活动会互会友想要邀请你的朋友来领受这个福音也无？教会真无用啦！大家拢我说真无用，确实真无用。逐工拢有聚会，定啦，这个聚会，迄个聚会，总是。伫遐一直教的时阵，咱对外到底用偌侪时间去见证福音？
搁较一个直接问咱大家问题：大家敢会甲咱是尊敬的祭司，咱是受拣选的，要被差派去传扬调咱出黑暗入伊美德光明的迄个上帝的美德。咱每一个人敢有甲？我嘛有迄个使命。当你甲朋友食饭伫过年的时阵，定下机会，敢有机会小可去讲到你的见证，传迄个福音，看做是我的使命。咱甲社会的互动，咱即马有长青乐活，有手机班，有即个迄落，是毋是咱有法度通用即个平台来有搁较侪福音性伫迄个中间？你是毋是勇于分享信仰对我的影响，来为主做见证？伫即个多元化的社会，实在是即两天咱南门教会毋是长老教会咧纪念讲，咱发表国事声明50周年。伫迄个时阵，实在是我感觉长老教会信仰前辈有真好的模范。伫迄种的政治环境内底，因有先知性的呼吁，对社会有真大影响。当时讲国会爱全面改选，不能万年国会，迄是真正是冒着性命危险去讲即种的话。后来咱看历史证明，讲当时因讲的是对的。今仔日长老教会已经失落对社会影响力，咱已经无法度领导即个社会，无法度通用上帝真理对社会发什么款的声。要安怎中伫圣经，佮对即个社会咱所徛起的环境，来显现基督的芳味，也显现迄个信仰上帝真理伫即个社会。我无数定来讲真理不变，社会咧变，即个社会变动，今仔拢是年轻的世代。今仔长老教会无法度通吸引年轻的人，到底问题伫什么所在？咱要安怎用不变的真理，伫这少年人的中间，互因了解，伫少年的岁月就明白上帝重要性。保罗讲：我伫恁中间毋知影大项，我敢若知影耶稣基督的救赎甲伊的十字架。通过这，你才会通得到救，你的性命才会通有意义。所以，咱的教会生活毋通停留伫语言，也伫咱的生活行为来福音的大观念。对毋捌上帝人来讲，实在是要信上帝无简单啊！不可见的上帝，毋是亲像大家正南讲有一个妈祖伫遐，通互我来拜来迄落。要真做一个基督徒，真侪是看你甲我的生活，看咱的表现，看教会表现。教会活出伊所相信的，你才会通吸引人来认捌伊。所以传福音的使命，咱头先讲4大基本原则，咱来了解咱家己。咱知影讲，我受呼召出来是为着要受差派出去。咱来重新组织咱家己，调整迄个战略，是毋是咱对外宣教这方面，咱都要搁较加强伫迄方面的人力、财力的投入。第三，咱是要勇于表达自己，因为这个信仰对我有意义、有帮助，所以我勇于去甲你分享迄个好处。第四，你要活出家己，就是活出讲我所信的，亲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毋是在伫言语尔，是在伫上帝观念、甲圣神以及坚定的信心，伫生活中来彰显福音对我的影响，真做互人会感觉欣赏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这是咱必须要做的。你毋知捌听过这个故事无？大门园内底，这个小骆驼真无满意他们的长相。伊甲因老母讲是啊，咱生甲遮奇怪啦。逐个人拢好势好势，那马啊，迄脚只片拢平，咱驼背两个迄落。因老母甲讲，你拢毋知影，这个就是为着咱有法度通行过迄个真长的沙漠，所以有脂肪有水啊，所以咱比别个动物因做袂到，咱做会到。我想啊，睫毛这么长因为迄风沙太多咧，沙漠风沙来，睫毛通保护咱目睭。袂互风沙影着咱的脚加骹底遐尼高，因毋惊烧，毋惊迄落。所以上帝创造咱实在是非常的特别，
互咱有遮尔好的装备，就是互咱会通横越沙漠，沙漠之舟。那小骆驼最后甲问一句：啊，是安那咱拢住伫动物园内底？今仔日教会敢是安尼？咱拢关伫即内底，咱来装备啦，圣经真实啦，这啊，咱团结生活真好。关伫教会内底，咱答袂出27项3号。这是咱的提问。69年前有人伫遮种福音的经济出来，咱真感谢，咱真一定要来感谢遮的人。我咧看见因的动作非常的迅速。当然，咱迄个时阵的情形已经唔知影。1953年台北中会春季例会，我想是大概1月到3月，因伫遐有一个记录第12条。伊就讲教会53年迄个时阵，大概台北开始都市化，人一直搬入来。所以当时中会讲爱新设教会伫市内适当的所在，因无讲什么所在，因托议长、书记、传道部、财务部，恁去设法，咱爱开设教会。69年前，当时的议长叫做叶金木，书记5、6点，这拢因过身啊，可能一寡人捌倒费用。因伫迄个所在，中会议决了后，因马上去找一个适当所在，讲固定南门地区需要。所以马上就进行落去。我唔知影讲迄个时间是毋是照记录遮尔简单。马上去找邦家教会，当时一个王爷长老，一个女长老，迄阵当时敢接事的款。讲我要伫南固定遮来开设一间教会，无助理南昌街一段74巷，即马是太冲遐因咧大迄个巷啊。12号、14号，迄阵是日本的宿舍的款。我唔知咱当时偌济。决定了，伫1953年3月2日，后来咱是用过外节较好记啦。3月2日第一遍的礼拜，因当时就种到即个福音的种子。南门教会成立了后，王正湾传道即个柯顺义传道搁落去乌木书来开始承担传福音。说7年以后，咱就成立中央教会。1960年咱做中央教会舞会，1977年做双和教会，1981年有中和教会，国际日语教会大概咱是伫经济上甲因支持、甲因帮助。1985年，当然咱用真侪精神去协助有来南光教会，虽然咱毋是咱开设，毋是咱做伊的舞会，病人教会咱即时还有一寡人伫迄个所在咧帮忙。咱有遮优良的传统，所以咱甲看1985年到即阵，咱都无过承担即个无过有开设教会即个机会。所以得到上帝恩典69年，今仔咱坐伫即个所在，咱要安怎回应？我甲目标放伫2023年明年的4月会过偌济，就是70年啊！人生敢若一届70年尔，咱中间真侪已经完，要到700年，毋知佫偌侪人伫遮。毋过70年，到底上帝恩待南门教会70年久，你有啥物礼物人看到？对头一日，1953年3月2日开始做礼拜，到今仔日，咱迄个有份伫传福音的迄个使命，继续伫咱的中间来拍拼。所以需要你的带导，就是咱甲传福音做咱过来1年真重要的工课。圣神甲即个感动、即个意象，放伫每一个咱即个家每一个心内。当然也爱圣神的同意、上帝的旨意。互咱人听见马其顿的呼声，会通有能力、有资源，知影讲什么所在，咱会通伫遐来做工。即个会通诚做咱共同的努力，需要大家的带导。我们这一家是基督为主的家，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咱用这来做咱今日的金句，做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做南门教会的一个模范一个学习，做来读。伫上帝咱的爸面前，常常笑脸恁，有信就惊罪，有仁爱就着磨，有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吞论。帖撒罗尼迦1章第3节，望咱有信心，咱就惊罪；有疼心，愿意接受着磨；有望拄着什么困难，咱愿意吞论来赢过。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予阮通过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真侪学习，也搁一届来反省上帝，你
是这个家的主，你的心意，你爱阮来成就的心愿。主啊，将这种的心愿放伫阮大人的心内，帮助阮，互阮诚做你看做好的行哩。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继续三个来引回应的诗，圣诗第535首，圣诗第535首，福音正声第大单，请起立。请坐。这碟咱要三个来奉献，请陈宝西执事甲赖素仁执事来书献。
较济。这点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今日来参加今日的敬拜。礼拜后，请兄弟留落来，互相的交谊甲请安。第二点，为着要鼓励咱教会主题，咱每年的1月第2个主日，咱特别来举行奖学金的募款活动，请兄弟来参与。第三点，礼拜后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到6楼参加。第四点，请各团契会计伫今日将校谱交予办公室，以便今年度的迄个查销。第五点，本会定2月20要来举行定期的年度好会。为着要便利这个手册，请各团契甲各组将报告的资料交予伫1月28号前交予办公室。另外，也请兄弟到1楼来看这个会友的通讯录，资料是毋是正确？第六点，恭喜咱胡永琪姊妹甲李承汉先生要伫本礼拜六下晡3点伫本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来观礼祝福，愿主祝福对新人甲因的新家庭。胡永琪就是咱吴中一长老甲杨美娟老师的大汉查某囝吼，恭喜！遗体关怀第一点，恭喜张静瑜姊妹伫1月1号元旦吼安产得一个查某婴仔，感谢主，互因母囝平安。第二点，咱所敬听的陈德贤兄弟伫1月4号安息伫主怀，享年88岁。个别礼拜已经安排伫1月18号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至真2厅举行，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甲求主的安慰扶持。教会消息，甲咱的奉献，请兄弟家己过目，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迄个先补充2项，就是咱逐年伫年底拢拜托咱大家，迄个通讯的资料、个人资料小可校正一下吼。搁一摆拜托咱礼拜煞，也是你较早来礼拜顺，请咱的2-3礼拜放伫遐。拜托你若手机有换，也是电话有换，自己如果大家可能较无习惯用 email 吼，如果你若有 email， 教会有时我寄一寡物件吼 ，email 来通写。如果你若个人资料因为一寡因素无爱刊伫咱的教会手册，你注明我们不会刊出来。总是我望这个所在办公室有你上新的资料吼，所以你若讲不刊登，我们不会刊登。不过拜托你，我们做一个校对工课，这是甲大家拜托。咱真恭喜伫咱这大家庭有囡仔出世，有人过身，也有人要结婚。咱伫祈祷内底拢孝念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我遮有2个是需要特别来介绍的吼，真欢喜，今仔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吼。有一个莫上家，毋知有伫遮无？莫上家弟兄，咱欢迎伊甲咱做伙吼。他是聚会所的弟兄吼，伫教会内底吼，住伫临沂街。个许琼文姐妹。伊到杭州南路，欢迎伊来甲咱作为敬拜吼欢迎礼拜煞，请大家无赶紧等下咱人留伫遮小可交陪讲话吼，多谢。三个来上映圣诗第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对。
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啊，这灭道避讳。